我外婆收徒这个事情也过了10多天了，但是这个事情啊还在持续的发酵，很多同行都私信联系我，干嘛呢？就是诉诉苦吧。因为我们学艺术这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学艺大概就7、8年吧，很多同行在团里也熬了快10年了，还是合同工，编制遥遥无期，而且现在很多团体都是差额单位，待遇也不是很好。你们想，一个小姑娘之前是做新能源的，平潭就临时学了3个月，竟然考进了团里，而且还拿到了全额事业编，多多少少同行心里肯定会有些不平衡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想说，学艺术这个真的是非常看天赋，而且天时地利人和机遇缺一不可。很多粉丝也不相信啊，说那个姑娘就学了3个月。我今天把整个时间线都梳理了一下。去年10月8号，小姑娘加了我，她说她是我某站上的粉丝，想了解一下苏州评弹的学习。2个月后，湖北那边的曲艺团突然联系了我，说想招2个评弹演员。我想都没有想，就把苏州评弹学校的地址发给了他们。我就说你们直接去招吧。当时我就想这个事应该到此结束了。结果到了1月6号，我问他们，我说你们招到了吗？结果他们回复我，就是苏州地区的优秀演员或者说那些毕业生，他们不愿意去湖北。团长就很急切，说是全额事业编都没有人要。那我说我帮你们找找吧。我找了1个多星期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。后来我突然想到，外婆不是有一个四川的学生教了2个多月吗？要不推荐他去试试。1月14号他赶到了湖北面试了，结果考进去了，全额事业编，唱了2首苏州评弹。团里的老师和领导都被他的天赋震惊了，再次和我强调了编制是书记特批的，让小姑娘一定要珍惜啊，一定要来湖北。经过这件事情啊，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学艺术真的太吃天赋了。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留言说，这个师姑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师姑了，她唱的比我好，也唱的比镜子好。这个不用大家说，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，她天赋真的太好了。我之前看网上说，何为天才，就是10%的灵感再加90%的汗水。我认为这个话是错的，天才是99%的灵感加1%的汗水。我见过那些死学乐器、死学唱歌都练不出来的，或者说练出来就是7七八八水平不好的。而有天赋的人听一遍就会了，乐器摸一摸就会弹了。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距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想告诉大家，很多想追寻梦想的朋友，不要停下你们的脚步，你们应该去试一试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都有闪光点。如果这个小姑娘当初来联系我，我说你28岁了，对吧？又有工作了，宁德时代收入又高，学什么评弹，学什么唱戏，你也已经年纪大了，不适合了，那就永远错过了一个天才。朋友们，你都讲阿对。